做一个这个动作，哎，易如反掌，易如反掌。所以我知道你爱上他了。这个，阿婆，我要吃这个。你看向晴多有架势，向晴平常该不会家里都你煮的吧？用辛苦，我让讲爱主线。不要随意的在国中就谈恋爱哦。男生要电话也说什么是电话？ลูกค้าเนี่ยหมดอันนั้นเรียนเที่ยงหนึ่งสิ就ก็หักกาฟ้านะ对不对？他说有秘密武器，可是都不告诉我们是什么。因为某人因都讲，因为穷豆秘密的，它每一样都是秘密。很过分哎！头拜，有一个动物是个跑马王子啊。就回来了，根本没有行动把握。咦哈！走谁类的？这个跟什么就有正常的。哎，啊，不过呢，刚刚做埋一块小讲故事呢，讲真嘅童话故事当中呢，青豆响应嘅故事也有。骗人的吧？啊，不过你就会好那个故事诶。人哥会讲哦，童话故事哦，大家谁细些就有看啊。不过台的以后讲发现。光良就有说过，你哭着对我说，童话故事都是骗人的。初恋的部分有没有？你看他哭成这样。好啦，不过呢，今晚講到童話故事哦，基本年代都裏邊老一嘅有相關哦。先來分享到基本嘅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阿謝林師傅。大家好，阿謝林。今天好，找個人分享到係大范新大師傅。大家好。哇，白馬王子本人。接下來分享來自新北市永福嘅兩字愛，分享到明君還有向晴。今日風吹係兩字愛，咱吹強壯咩係哦，係來自新北永福哦，該不會認識黃玉成、許淑怡。龍柱啊，都很用心在穿搭哎，你看都有穿這個母女裝，巧嘅哦。現在可以嗌你風吹哦，今日帶來乜嘅好少嚟大家分享呢？今日帶來嘅係梧桐腰果。哦，這個做嘅嗎？嘿。哇，該不會是向晴做的？都好真誒，你用嚟做呀？先推介腰果，先用嘅平底锅先烘過，烘下鍋找嘅時間再加梧桐，還有一些水，再推用下炕下。我基本呢啲口味哦，係就係要加鹽，還有黑胡椒。還有嘅辣粉，冇怪會鹹。錯。不過其實呢，明君哦，佢咩動厲害哦，佢本身咩要到呀嘅嗰用面農人，搬到台北來，加入到尾還有做人家嘅客語宣傳師，還有講故事俾他，最厲害啦。童話故事都有多帶去進的也係講。快兩個笑。對啊，而且向晴咩動厲害哦，嘅參與啊嘅客語演講比賽，咩得到當好嘅成績。哇！不是都難的，民農搬到台北來，還都不卡地度，還有按樣嘅客語反應同斬掉，先讓你贏了。太快了。是因為那個能夠聽後線的嘛？哦，唐公龍柱哦，今日強龍都係來自新北永福啊，都認識嗎？係真的哦，林莎嗎？你有冇認識？朋友。你兩三妹係同學。哦，向晴哦，跟淑怡跟妹係同學係嘛？係。好，他今天帶來什麼口味的堅果？今天朋友，來，打開本睇下團。我哋是菜寶。哇，他剛剛最好吃嘞。對，但是鴨架做的嗎？好，對。哇，有點點的。加鹹料非常的香，加胡椒梅啊，又香又辣。你們大做做的嗎？全部搬家做的。哇，味道是家自足。雖然哦，記到做菜包咯，但好是非常的客家。因為香港記到頭擺又開法式餐廳。係啊，我冇人愛冇就那個人咩事啦。那淑儀會講他嗎？聽比較行。
哦，听比较行。那看呢？唔怕，去伊那边好客家也吧。不行。哦，唔怕，因为今天有大老师、小老师都现场吼。等一下嘅向前来挑战，面做啲考验下客家文化了解有幾深。冇錯，等一下呢，你要先來暖身一下哈，金行體育館嘅 PK 咯。向前來挑戰，第一關考驗兩嘴對食材嘅認識，還有對客家文化嘅了解。唔但唱愛動腦筋，還愛比反應，兩片變數量，順來萬人較厲害。請出擊嘅比賽馬上就要開始咯！哦，兩時哦，都係先俾用貨嘅客家好朋友哦。雖然講食材有世代下好朋友，唔過講食材就係向前來挑戰，感情先不用損耗，好，先放旁邊，好不好？啊，唔過咩有一個睇起來就合作嘅機制啦，就合作就能咩機啊的。哎呦，這是重點。那個你要得中空答對題數啊，哈，加起來就代表講主廚做得先幾道方式出來做菜。嘿，假如迄個冇答對嘅話，阿佢就冇辦法做菜。就快睇了。還蠻看過，啊唔過呢，做得是看啊。中國已經加油啦，哈！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啊，風吹先來先一題。第一題我選的係喵變感應，有用咩位嗎？有啊，係咩有誒？來看下咯。啊，今年你講有個妙超翻身，講嘅係乜嘅意思呢？A 係講漁翁得利，B 係忙中有錯，C 係欲速則不達。妙超翻身。拄好啊，係線上手到兩題。 A， 我選 A。做乜嘅？做乜嘅呢？我剛嘅答案看來，你剛剛有 call out家裡的貓？冇。係，我剛嘅答案看來，好，直覺 PPT 高半全國都看下正確嘅答案，嘿，恭喜！哇，線上答錯嘅哦！繼續了，番見哦，整句的歇後語就按到哦，鳥巢盤旋。總宣叫，乜意思呢？就是鳥兒寫東西的時間哦，打翻飯桶之後，叫兒都大下哦，這樣透顯，代表說漁翁得利啦，咁樣嘅意思。恭喜先生！好，撒下來攬嘴。我是猜。好食菜哦。下邊那種搶菜唔係親子組合 ，A 係豬蔥撈鳳蟲頭 ，B 係香鹽瓜撈香鹽瓜絲 ，C 係西內瓜撈太瓜大黃瓜。你們都是啦，親子組合嘛，確定的。身份證我們有確認過了。黑哦，黑。B 好不好 ？B。做乜嘅？為什麼現在係香鹽瓜 ？A 有蟲，C 有瓜，所以只有 B，什麼都沒有。對，有道理。我家下面主講行業時節去講香鹽瓜撈香鹽瓜絲啊，用客語嘅想法來去談。你的答案我改嗎？應該 A 吧。哦，改了是。哎，係因為創兒撈睇有冇相關的哦。從那種嘛風衝挑的啊。感覺庾澄姐是看尾字。好，又想法嗎？3、2、1，向前進。還是 A 吧。好，看下正確嘅答案係，其實係 C 哦。大黃瓜 A 撈 B 哦，都係正式嘅親子組合哦。我西內瓜撈台灣瓜係咩關係咧？佢兩個雖然哦都係呼嚕口嘅胡瓜樹啦，不過西內瓜台嚟以後是會變做下台家嘅西內瓜哦，唔會變台瓜殼哦。原來係咁樣，長知識了。嘿，好，紅隊想要選哪一題咧？風險。想要選好運旺旺啊！好，好運不意來。來看一下題目，係講偷嘅嘅黃梨嘅時節咯，做得用樹強強留佢彈下，發出一個肉聲係代表乜嘅 ？A 係講應該會較早啊來食 ，B 係講嘅香味較濃 ，C 係講嘅鹹味較幼。肉聲係乜嘅？肉聲就係湯哦，就譬如講湯麵嘅性體啊，性紅還是的扎實的聲音。哦，不是空空的，是不是？對對對，彈這裡更扎實哦。我答案想要選 B。香氣會鹹呢？為什麼呢？我記得係講有肉鬆嘅黃梨會更好食。真的哦。哦。
支持妈妈吗？支持。好，来看下正确嘅答案。嘿，其實係 A 哦。乜嘅係肉上果呢？哦，本大家只突示來表面一下吼。就係假使攤起來又加上任下簽掉哈，就代表個嘅按到肉上果。切開來嘅細節咯，嘅什麼個係下頭水嘅青黃色，槍虎又下粗掉，代表講嘅熟土下果啊，唔耐表，所以你啊適合吼沙沙直接拿來食。我上稿字下吼，攤起來嘅上任咯，假使下簽下香，但是代表講你按到肉上果。切開來嘅細節嘅講樣係什麼下黃色、淺黃色。搶杯下肉哦，熟土下帶掉，是下創時間表，所以吼，你一下拿來做外銷下多。哦，哇，學一點不容易哈。係啊，上進摸平庸，水分的政策啦。對，好，怕，向晴有學到了。藍子悠先哪裡題咧？不。剛剛有雞嗎？現場有雞嗎？來看一看哦。哦，是錯題。向講出5種有關菌菇類嘅搶菜，5種哦，幾時搶開始？香菇、金針菇、茶樹菇、杏鮑菇，嗰個石柏菇。醫生也幫我做一個這個動作，易如反掌，易如反掌。不愧是開傳堂嘅事。係啊，你睇法規嘅傳堂都要用到，你睇5種嘅菇係嘛？豆勺，豆勺會用到。而且你很穩定哎。係啊，總算咱水得到一份呢。很厲害，好厲害！兩隊現在平手。好，風水。通通都飛走。背走。看題目係乜嘅？還有點輸送嘅時間，應該陌生乜嘅食物呢 ？A 係講西洋芹 ，B 係香蕉 ，C 係牛腩。當然先 B。香蕉做乜嘅呢？向晴。你去睇甜的呀？哦喲，就是說會生痰的概念，是不是？對。哦。但是會生痰。牛腩咩？牛奶也會啊。你講這些。是牛腩好玩。啊？確定？好聽。牛腩。好。牛腩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。嘿，來準確講食材哦，你做的蝦醬。嘿，賽夢那樣。我要在關公面前耍大招。關公係乜嘢？鐵林街頭。他是天后。對。牛腩。好。牛腩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。嘿。哎呀，其實係 B 啊！堅持初衷啊，向晴。好啦，我剛剛向晴哦講了半天懵錯，就係因為哦香蕉啊，它的糖分過高了。比如講哦香蕉啊、荔枝啊，另一種哦糖分凍過嘅水果，都可能會增加咳嗽跟下陰瘡嘅症狀哦。所以這個平面下少寫啦。我從剛下講到嘅，因為牛腩本身的下扁下涼，所以它就可以避免刺激傷口發炎，所以它又有營養兼顧攝取的這個優勢。另外呢，細蓉菌哦，還有蛇內瓜你要帶來嗆出來，走在骨頭水分啊，還有膳食纖維的攝取，所以這都是很棒的營養補充水果。學習了，你看他現在還是平手，嘿，不同是平手。動家啊！而且不會好朋友啦。藍最想嘅先乜雞咧？蝴蝶好了。好。蝴蝶翩翩飛。是。哇，用樣嘅比啊比。錯。好，第二個呢，我派出一個圖表，都要限時1分鐘當中做出完整造型嘅一個用樣嘅一個柳丁，咁樣就算過關呢。好，第二個柳丁呢，切做用樣嘅，其實應該唔係太難吧？其實不簡單。然後大家補充一下哈，切法嘅到底用法呢，就係首先哦，柳丁我先攞去切片。切片過後吼，佢其中嘅一段嘅頭哦，我切一個細角下來，當往哦gó樣哦切隻小 V，然後拍細嘅弄哦切下去，炸點下來哦，另外一段一刀線攞嘅gó樣，然後果皮切開來，炸過來甜度係最難嘅，拍細嘅內囊皮也要去除哦。太難了吧？最尾韓國嘅對半切開來，將會變做蝴蝶，真美麗。好，你都要排出嚟代表係乜啥？我。哎呦。
自告奋勇哦。OK 啦哈。应该是被怂出了一改。他今天戴着蝴蝶的耳环，你看。哎呦，对，很像。有备而来。等一下哈，切到安永天呐，这个是一个 before， 等一下你有不爱加 after， 好不好？好，3、2、1，抢开始。好，第一步先要给切片。时间哦。日头先要给切加蛇角，哎，错。好，中间的小 V， 动作的小朋友唔好写那个白色纤维了哈。好，30秒过退了，大概另外一段，一刀到狗皮到狗肉切开。好，再来白色囊皮要去薄，莫断退喽。第2刀切下去。9、8、7，不议论，用到攀档3、 2、1，起点头。来，漂亮啦！你还挑战4幅走出来个 before， 你还舒怡走出来个 after， 来简式讲食材哦，你做的好这样。嘿，送蜂蜜啊！得分了啦，蜂蜜。哈，小蛇都看一下，你看，这头就出来。还有蛇角哦，你就切到冻单卷，然后你看几尾背，哎，好，恭喜蓝水。哇，不简单哦。超难。好来，风吹小选难题。似曾相识。冇问题，来看一下咯。传统嘅四神汤讲嘅係乃4種漢藥材 ，A 係講一個薏仁、當歸、黃芪，還有白芍。B 係講白山呐吼，還有芡實、蓮子、老茯苓。C 係薏仁、茯苓、淮山跟川芎。我覺得係 A， 我覺得係 C。你們確定先吧？確定嗎？不是嗎？可是四神湯不都有薏仁嗎？佢講係傳統嘅定義係乜嘅？因為你下雖然時代嘅改變，可能就參到其他某種人各地有不同的四神湯，會有各種嘅嗰種特色。但是傳統嘅四神湯係乃4種嘅肉菜。我選 B。好。哎呦，講來講去 A、B、C 都半年都選過咧。好來。好，應該嗬，確定嗬。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，係就係 B。係啦，我大家分享一下哦，四神湯嘅故事。其實頭擺哦就按到四神湯，做乜嘅咧？因為哦，《黃帝內經》第8圖有記載哦，就是韓藥材又分君藥，還有臣藥，拄好咧。芡實、淮山、蓮子、茯苓，倆都吼都算係臣藥。還有一種講法就係哦，該時節係清朝的時候，乾隆下江南，拄好嘅孫紅吼又世界臣子啊，不平嘅應用個啥咧？民間的大夫就開了一張藥方哦，拄好就係倆4種嘅韓藥材，19日係哦是轉好的呀，所以乾隆皇帝就說4臣4成，所以四神湯、四神湯，因為被大家那個功效誇大，其實就好神好神，還有類似變做四神湯。我家下講到薏仁呢，係因為傳統嘅小鮮嘛，用韓藥材成分體質強過咧，韓國藥味大家可能下某種就會接受，再過來就會增加口感，所以是會用薏仁來取代茯苓，也係就加入大量的薏仁，所以大家想象印象當中嘅四神湯就會就按到嘅薏仁啊。原來係咁呢，嘿，不簡單呢。好，不過答錯咧，真係聰明，對不對？答對。最後一題，好嚟，答對咯，有膠無類兩推海。像這位嘅切法無共用，會影響到佢嘅口感。像冇哪一種切法，它合着來快炒 ？A 係順紋縱切 ，B 係逆紋橫切 ，C 係不規則切法。是醬料哪有按到？對啊，不都滾刀嗎 C。好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，嘿。誒，是其實醬料哦，有動作嘅切法，
冇強用嘅切法讓胸豆就冇強用嘅口感，適合的煮法咪冇強用。第一種哦，順溫切咁樣切到，就得保留嘅脆口的口感，適合那類做快炒啊、煎炸啊，咋個類就逆紋啊，逆紋嘛意思就放電咁樣切。它的醬油油就很容易會斷開，所以食起來嘅口感會很軟掉，適合拿來做冷盤啊、上色料掉。啊，不規則的切法係乜嘅咧？就滾豆啊，滾豆的切法拿來做燉煮、焙烤，兩都做工作的，因為佢嘅口感更豐富。哦，原來係咁呢，學到誒。係啦，聽數。4題。平手啊，平手，皆大歡喜。4種食材啦。來看一下，熏豆皮好好吃哎。好，這個嗎？熏豆皮，好民族愛，好，還有這個為什麼今天那麼多豆類啊？補充你的那個蛋白質。好，那選一個這個。你要剝煎就幾好誒。臭豆腐，哎，應該真勁好哦，但是它水渣呢？對，一口吃。一點點用好咧。好。蛋白質全餐啦。豬肉類，昆菜好咧。好。好。好，我們的觀眾朋友們做了吃相坤啊，都帶師傅會做馬料理哦。馬上來看師傅用白點法。師傅上菜了。哦，師傅基本嘢，我做嘅係乜嘅料理呢？我要在關公面前耍大招。關公係乜嘢？血淋街挑。他是天后。對。我做臭豆腐小炒。哎呦。對。好像有食到誒。好啊，用飯來做呢？誒，臭豆腐吼，然後咧。撈個豬肉，向下切，好，哦，切筍條米切片，那個辣椒切絲，昆菜撈個蔥條切斷，好。用哪一部分係遵循傳統的客家小炒？哪一部分係重慶？傳統是雪梨姐就是傳統。打挑命的啊，客家小炒打挑命的啊。雪梨阿姐攞去指點一下。唔是啦，佢咪師傅呢。哦，大家因比較一下，看樣嘅炒好。切解有切解面頭啦。來啲雪梨姐個串燙的個客家小炒又同過的啊，又個豬肉撈個條骨又同過。係，因為我全部有同過。哎，你做品型的品牌的時節，曾經就看過參賽者拿臭豆腐做。有，很遠遠的串燙沒用臭豆腐炒小炒，花蓮。那它的味道不會蓋過那個嗎？有呢，有鹹開啲嘅，啱我唔係難食呢，沒唔係難食。就師傅都會平攤下嘅客家炒牛嘅時間嘛，該係充點嘛。充點主要3種，3種豬肉、豆腐乾用3種一天都有。啊，見面冇油乾嘅。對，見面冇。所以你嘅油乾係用頭包來起台。係。哦，那要炸到有點皺皺係嗎？對，然後去鋪一下。哦。啊，見面用個也係煙燻豆皮，哦，要加一點煙燻的梅頭。哦。體積普外線。為了時間節目上的考量，還是用鋪一下。你有請教過教母哈？教母同意嗎？走得嗎？走得。所以我知道你愛上他了。這個。阿婆，我要吃這個。你看向晴多有架勢。向晴平常該不會家裡都你煮的？咁辛苦，我這樣講係主線。你有請教過教母哈？教母同意嗎？走得嗎？走得。你唔敢看啦，應該。唔係你啦，走得啦。咩？走得。阿里動台的基本都阿里動台。對啊，到面頭前做客家炒肉。係咩？動台蛋咩？這很像鹽酥雞啊。佢哋要炸兩邊先去炒。好，點油。全姐，他點後面會可以用橄欖油嗎？要鋪分啊。要鋪分。鋪分。用那個豬油係。豬油較好啦。豬油橄欖油。橄欖油。可是不要用沙。因為我用一豆苦茶油啦。那更高成本。我用一豆苦茶油。難怪你牙常常會被大家信賴。真的。你睇甜到哦。因為苦茶油會該燃點。比橄欖油更高。啊，哪個？對，蔥拍先落去了。對，蔥拍讓你炒一下。比較香。其實我當建議你嘅節目啊，吼，做得上英文字幕誒，做得講外國人用嘅主文你
哈嘎不同的料理，哈嘎料理因为外国料理真的好变化哈烧。对呀。好，滚菜海鱼。不过师傅讲这个呀，它可以传糖哦。我自己觉得俺迄手臂炸法最在意的是用什么油？油当中唔会查，还有冇去买即食品啊？所谓即食品，人讲微波的嘛。半成品。半成品的当多，吃粉豆产糖用安尼用的。所以你都不会是点东西咩当难题呀？油还吃得出来，差。半成品又不一定吃得出来。好，捞去滤一下油哈，总海鱼。哇，很澎湃哦。我刚才还想说那个烟熏豆皮太少了，唔会呢。好，鸭出菜哦，满满的蛋白质。油海鱼。好，点米酒。小梅部分就攞传统强用。嘿，差不多。胡椒粉。你这就对了。即话该菜包哪有感觉度？会该胡椒粉的味道。有豆腐色。嘿，豆腐色。回头炒的正香。哇，昨天本是恁阿姐按哦。你这粉蛮多啊。好，总盘了哦。一点破狗经营学生时间的。臭豆腐小炒。按钮就好食喽。前本师傅一个重赏，厉害！粗豆腐炒牛，太几家来吃吃看呐。来，口内抬到粘线体一摆哦。像青甘色粗豆腐冇甘色哦。哦，咱客家女孩子冇妈唔甘色的啦。那真正你怎么个无按到臭豆腐？明明就是酱豆腐。它进嘴巴不会臭，嘿，闻的时候有味道，东西就好像是有酸。爆榴莲香哦。这个吗？这个臭豆腐吗？好好吃哦。系么？鬼好食。你给你的豆皮，人家咧卷出来会干。而且它有烟熏的。烟熏豆腐皮，像前吃肉一样吧，好吃吗？更凉意了。所以你也够好吃，就会好吃咯。上期有吃过哈嘎炒妞吗？有，阿妈会做。哦。阿雨晨姐吃的牛板呢？好吃，有点类似那个什么，汉客家小炒啊，有点感觉哈，但是料不一样，蘑菇油，点蘑菇，蘑菇油。所以我知道你爱上它了，这个。阿婆，我要吃这个。东菜饭。不爽刚才很顺口。俺们地区豆腐炒哈嘎炒妞走在安好些。应该要给雪云姐吃一盘，让她打分数。哎呦，好选哦，台干去鳗鱼吗？哇，你看向前是香香呢。我们刚刚还平手。最尾面一关，他就要拿出人家笨蛋，因为可能已经连累几下到礼拜耶。我说好好的变一下人，这里客家炒牛，我拿出客家精神的主菜耶。马上来进行最尾面一关的挑战。做下点功夫，真紧张嘅料理 PK 来了，两嘴爱到寒天嘅时间地度，完成一出青沙皮嘅素卤菜。新来万人做嘅料理，本人食到被前面呢，实在准备好嘢嘅快嘢，依家自主准备好爱上菜了。好了，今天的组合除了都黑用之外哦，当然就是月用之外嘛，都是什么耶？嘿，鼓手呢？客家女孩的手艺是国际认证的啦。哎呀，一定是待会会很厮杀。我动手会向前，结果小甜甜敢不做菜？他一定会，因为我看他就有传到那个像是前世的客家记忆还没有消掉，真的。客家记心动冲。对，他有一种老灵魂。先来问一下，你本需要带来料理，很多妈咪。客家行做哦，很难谱哎。
那家的那个南坡一個項目當有名誒，南坡卡嘅 T 恤係嘛嘅？有冇解呢？ T 恤係我加嘅葱條酥。哦，我通常我哋鹹煮我提嘅8分晚服嘅時間，加熟嘅時間來食下咧鹹煮。我嗰時候我哋咧做啲杯會變到就嘅內臟啊。精神的東西，就創下係嚟嘅條身體。哇，你看這些事情，向晴都知道。向晴，今日負責哪家鋪粉？天酥炒嘅香菇豚蝦膏蝦米。夫子炒哎，好厲害哦！主廚的位置啊。不久將來以後，你就可以站在這裡了。好了，最關美醫館老太太講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我看下把鉗了解，冷水帶來買個好料，菜名按到。金沙寶筍，莴筍是凍七凍河蟹，配上金沙絕配。對，法式的嗎？哎呦，不是法式特式。啊，你都怎麼解決？那競賽該莴筍做比賽料理咯。因為吼，我冇讓我筍吼，去當頭食了就炒出來的菜啦。我想個聲音你也正在發育嘛吼，啊就加到豬肉類，還有蛋白質啊，啊讓因較營養。營養較多啦。那等一下最尾一關哦，頭先係평秀，我拼起來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加油！兩隊都已經準備好勢，馬上嚟倒算3、2、1，這樣開始咯！開始做了。哇，今日安利有生動哎，有好吃哦，好吃！來，你這個鹹粥好澎湃哦。對啊，那個油蔥酥嚴重哎。一咧葱條酥係愛心生，愛心生嘅阿 Q，連碌下葵春湯，也自家買嘅。都南鋪嗎？南鋪貼面嘅，啊嗰種牙下巴要係嘛，我煮下咧做嘅顏色。安樣嘅搞唔可以搞到暗怪。你是自己改的嗎？冇兩個生意啦，還有個來嘅。哇，佢都有姐姐用的呢。他很大氣耶，下面成績很好。一定的。他長起來就是第1名的班長哎。誒，穿好搞體健樣誒。佢嘅最高200C吼，看我幾度圖，啊我聽聽那邊哦。好。那向晴，你怎麼想說去可以參加那個學校的情境式演說？係啊，我們剛好有情境式。因為學校沒有很多人會客語。哦。其實用活動到呢，家就怕唔可以講，動到客家人啊。唔係，他看小朋友口唔可以講，有血統。乜講他可能向晴哦，你真緊厲害。我哋睇到看有講下。哇，凍好呢。那個因為敏君有很多敏君，公故事剛好都面面老師係嘛，面面欣賞。他其實還有其他的在大學裡面當講師哦，他是等於用業餘的時間用來教書，哇，教課講話，很有心，都有心。所以你教小朋友都係漢語嘅故事。係，我哋會用客語同華語長定那樣，長定來講。嗰種我哋會用遊戲啊，我哋教料嘅方式來同人互通啊咧，用言語講做得安尼，個氣氛安尼咧合法。你看向晴多有架勢。向晴平常該不會家裡都你煮的吧？咁辛苦，我讓講係煮先。講到韓梅嘅話嗬，而家皮糖係乜嘅皮糖？其實啊，前2年前用嘅泰國先煲啊，泰國糖，而啲啊咧鹹住我要18元啊，好食。好，呢個做得。最高嘅200C，人家的都再斟酌一下。哎，你剛剛都做夠都整了哦。好，加油加油！來了！來，今日嘅競賽起台凍球呢，而且於晨姐，你都發過串燙做鞋。你不是在那條架吧？係啊。唔係，我老妹拿老妹仔。哦。啊，你負責繡線啊？冇啊，繡線。窗也暖窗誒。我做內外場都做。哇。這個一定有一些完美主義。對，你看看。哦。你看。對啊，把那個切丟了，切開。淑儀姐，你走哪方面呢？我是做居家清潔的。哇，難怪完美主義者，對不對？Marcus 清讀會做，因為你要喺那邊收天天哦。還要幫忙清貓砂也有。
宠物的有，对不对？有，所以宠物也会对你是可以的啊，做对啦。他其实是在询问那个客单的。所以你走几久了呀？6年，6年呢。现在要找到可以信任的，那真的会用很久。对，都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对，都很久。老顾客。没错。那你会需要帮客户煮菜吗？哦，不用。那你用把安不煮啊？切菜部分。看你平常时豆腐卡。跟阿婆一起啊。你家阿婆自己不会不习惯吗？不会啊。我觉得反而是余生姐糖也能摸管哦。对呀，我们怎么自己搞不惯？从小到大不都是叫他妈妈吗？聽成煙的喊咁，聽成煙的啦，呢度聽成煙的喊。係啦，要成煙其實就改口咧。叫阿婆。我以為人家要用切滾刀誒，結果是切絲嘞。切絲比較好吃，小朋友的話比較好入口。對。那輸贏有幾多個小朋友？2個。哦，冇問題啦。什麼？就是現場有小朋友啊，等一下抬價給我，是這個。想說2個小朋友沒問題。而且我們這位也是小朋友啊。不要隨意的在國中就談戀愛哦。男生要電話，也說什麼是電話？在錄卡念門，2天0時就要講客家話，然後對。他說有秘密武器，可是都不告訴我們。是什麼？因為冇人應到講，因為聽到秘密的，它每一樣都是秘密，很過分哎！對。那輸贏有幾多個小朋友？2個。哦，冇問題啦。什麼？就是現場有小朋友啊，等一下抬價給我，是這個。想說2個小朋友沒問題。而且我們這位也是小朋友啊。對啊，童心未泯。好，剛剛過來哦。很香哦。這邊就皮豆香誒。韓梅真的太好吃。今日下就係屯日咧料嘅先炒上，過今日下準備就係芹菜同咩。等下還有一個基本的，係酸ลูกค้า我標嘅一項就係三文罐頭。這是三文哦，我以為是青魚誒。哎呀，青魚做的三文。青魚唔係三文啊。係啊。三文唔係那鮭魚。沒關係，我們要不要先打開那個蓋子？那個會不會撲出來了？那你講黑啦。對啊。哇，皮筒。南浦感冇有煮到嗰種要濃稠，還是粒粒分明哪一種？偏向係濃稠。哦，款到款啲嘅。可是都可以啦，昆起嘎。可是最重要還是胡椒粉，對不對？南浦嘅。我覺得這個還是。重點啊。南浦不很牛點。對。他做的超好的，不要隨意的在國中就談戀愛哦。男生要電話，也說什麼是電話？沒有，就給他摩天叔叔的電話。什麼是電話？來錄卡念門，2天0時就要講客家話，然後對。超。那個講下嘢。所以應該意思係講，假設你去簽嘅客家那邊就已經做得了。太早的。某一天，今日中的。中的啦。基本嘅啦，基本嘅。民主姐姐講中的。好，等一下就差不多會從中了哈。還有記得這個靈魂的部分。好，冇問題。哇，淑儀，你是不是有在餐廳上班？沒有哎。可是你做家事真的很厲害哎。對啊，你都做家事師，以前做哪個業務？做家裡的事。以前是做旅遊業。哦。帶團。對。你應該很外向啊，你在。全能呢，你摩羯座。啊。你還沒開機嗎？獅子。生日快樂哎！忙啦，忙快到了，快到了。會到嘞，好。唔是很多係嗎？不用了，對。一點點就好。差不多嘛，因為萵筍凍夾啦。萵筍凍夾。好，那蔥花落去就好了。哎，tomato會做嘛？切土耳。掰來切一個給我們看。土耳，等一下先切香帶。有備而來。對哦，要看自家自主哦。也有看節目嘅哦。有。用這個水。好。水。哎，來。我拍照。哇！手好巧。好啦，那我們先去倒數了哈。好。天草馬松的都算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
3、2、1，起点头。马上就来试试看那最分米一关，乃木卡米西卡站掉喽。来，本期该个总3不容易啊！哇，他家什么黑讲出场主菜哦，经营不得了，直接攀走。嘿，你要出菜哦，一个 set 头串。现在吃这个风吹的料理好不好？那个他家咸麦。我会再长高。我翻译很好吃。底部有一个给皮那个口感，还有给皮呢。有没有咬到 QQ 的？你太认真了吧？他说有秘密武器，可是都不告诉我们是什么。金片莫让因豆讲，因为甜豆秘密的，它每一样都是秘密。我钱。所以在家长会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会留一手。很过分哎！好好吃哦，真给。像请这用版，够是啦。很好吃哦。两解吃到嘞。好吃，好吃。因为你还直接白选南普那种麦，我觉得它的味道哇层次很丰富。很丰富哦。哦，虽然你好朋友，不过他留很多手哈。没有讲哈，切8段。他该不会以为他该不会是跟你说他只要做萝卜丝炒蛋吧？他说咸粥而已啊。没关系，但是这个人很厉害。嘿，竞赛波神和期刊。看看吃吃看呐，他那个肉切的之细，你知道吗？快变绞肉了。全手工哦，手切的哦。很好吃。很严重。某管因为这都油口感。知道哈，这个要放进去含麦的度。而且打挑打细哦，都有竞赛那种沙沙的口感。包住。对。很好吃，咸甜甜甜的。我替买色跟安尼保顺，而且安尼谢谢耶。嘿，搓，已经安提出卡煮料会切滚刀。你看小朋友的动漫吃光光了。哦，来看一下最美都带4副恩油慢拼粉，给来看。4分硬种哈，真给虽然讲那个妈妈之间呢，有点你知道里面有火药味啦。流动豆熟啊。可是他刚才有偷偷透露说不想要平手。哦，因为平手。电炉冻好，给你电炉冻好。啊，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给听，还是本师傅给听的哈。哦，师傅风吹呛本粉酥。4粉加上2粉，6粉，6太顺，来看一下，冷水地豆鸡豆粉。来，谢丽老师讲听一下。说才讲2嘴煮咧就当好食啦哈。因为呀声音咧未当袂当厉害，要安尼的声音袂不歹的啦。只是今年下口气一点，爱里头吃到。各界有各界的料理方式唔会差，负责表解释，冇做哈哈。她是胡椒盐公主。哦，我吃到跟米线我喊她搭啦，你表嘅3文青鱼嘅3文鱼啊哈，啊吃到会哈冇安搭。唔讲让米线咪煮来当好食啦。我做嘛要买唔样呢？南吹，因为今年嘅炒的金沙真係有炒到。又香气又出来，主要香气又出来，还吃到咧得满分。好，打电话来小戴师傅。两腿真是全部都冻好。哦，咱腿放腿两片吼，是炒该的部分。哦，你用的地位都有一点太抢味了。哦，应该每全部该香菇啊，该哈密的香味放去。压过一点点，最后你洗了该香菇该香气满出来，哦，差一点点落来，还有你都爱炒该哈密啊，该香菇时间，该桶就得倒起来，倒该无地位，都不去注意下，因为它你炒那个炒的期间，该香气全部到地位，然后你都用水来去洗一下，无哦该注意来无夹下无行，哦，咱推两片呢，其实。两头菜唔会咁难，吼，应该香落的味道真是又行出来。你要切该油，哦，切油你全部是有食到该香落的香气，
那个本地嘛本安尼。恭喜！好了，圣母师傅的指头啦。不过呢，其实这个料理各家有自家的味道。对小朋友的心目中，全部妈妈煮的都是最好食的料理。成绩已经出来，马上就来颁奖喽！战国后成绩已经出来嘅，风吹得到6分，蓝吹得到8分，先来恭喜蓝吹。好，蓝吹哦，礼拜係總冠軍得到3千塊嘅價值。恭喜！风吹呢，我們也如願得到一個親好嘅禮物咯，呢個係意大利大容量鑄造大寶鍋，恭喜！這個煮生年份的膜，講咱們的糖貢本來是雨辰姐想要的。等下私底下交流一下，交流一下。好，雨辰姐，今日哦，將開始嘅財報哦，讓大家大開眼界。後來又得到冠軍。哦，放心放心。心情感想分享一下。哦，今日來為做了的就是主食哈，來食到懂歡喜啊，啦，也懂有成就感啊。希望下次有機會過來做一擺。一天啊！而且你把淑儀教得這麼好，哎呀，台台穿新那樣啊，韓白哦，我看你嘅孫每日來到現場，我們再傳第3代。哦，做代。好，感謝雨辰姐。淑儀，你係提一擺咯，阿妹強下上天時嗎？很白。心情感想讓大家分享一下。很快樂啊，跟着媽媽，帶着媽媽一起來上節目，龍飛喜啊。呀，冇強下帶嘛冇。冇強下帶。冇。對。但是還是可以常常吃到媽媽的好料理。對。來買高一幾來片，其實我會高來買片。對，這樣聽得出來，淑儀很孝順。對，沒有，所以下次韓白圖媽媽勾到一起白，一定要再拿一次總冠軍。好，期待哦。好，謝謝。我們的敏君面面老師呢，第一擺吼，真係有耐心，他趕快有講段吼，阿妹搞聲音呢，終於吼得到你很想要這鍋子。第一擺來參加新的老太爺分享一下。我感謝做得有機會來參加一家之主的節目。我嘛第一同我每向下來上一個主持的節目，我感覺真歡喜。我也希望講做得平時睇到下，我做本身人的時候嘛，有機會上節目來同大家分享。特別咧，係啦，特別咧，客家人會做嘅菜。超真嘅，都特別客家人特別珍貴嘅。係啊，有冇講下？係啊，恭喜哦！他呢個就是單分帶來嘅來。好，做得冇問題。做得啊，就問老公，老賴爺一組都對面對戰啊，男人與女人對決。想請美老太太分享一下，你要拜參加新的好冇？入拜雖然冇人，唔過教委該歡喜，下一拜我想我再來一拜。真勁哦！啊，下一拜做對老嘅淑儀阿妹嘅阿媽咪啊，心彤啊，叫我來對戰。你係老幾係好朋友嗎？係啊。啊，比賽時間就麻煩咯。再留2手。就會懂精彩嘅。好咯，恭喜！今日看到呢一先呢，係看到來自新北市嘅客家人，其實有當到都上市地度嘅客家人，而家都當識問嘅，透過料理啊、模擬嘅教學啊、講故事啊，然後呢客家文化做得夠傳播呢下一台，故實你係腔樣文化，歡迎你來參加。係啊，杜輝嘅客家人哦，真正非常嘅罕得咯。除了自我認同之外，講客要做客家料理，咪係一種方式咯。歡迎大家共下來報名參加。一家之主等你 Q 下來都要到畢業大都市，下一拜再見，拜拜。拜拜，長來了，拜拜，恭喜恭喜。